李姑娘啊，我最近咧評估病人點樣用儲霧器啦，我發現咧好多嘅病人咧都係冇清潔儲霧器嘅，甚至咧亦都唔識得保養。唔知你有冇遇過呢個咁嘅情況呢？李姑娘，你講得好啱啊！我咧好多時咧去睇病人嘅時候，都發現佢哋個儲霧器咧都積咗好多藥粉，同埋有時甚至好污糟添。不如咁啦，我哋咧一齊示範點樣正確去清洗儲霧器啊！咁因為咧儲霧器有好多唔同嘅款式，咁不如我哋就用其中一款嚟做示範啦。好啊，首先準備一盆清水，加入少量嘅洗潔精，除開儲霧器尾部嘅膠底蓋、吸嘴或者面罩，將儲霧器同配件放喺加咗少量洗潔精嘅清水入面，浸大約15分鐘。輕輕搖動儲霧器可以令儲霧器入面嘅粉末鬆脫。用清水輕輕沖洗乾淨，再清走多餘嘅水分，垂直擺放直至風乾。切記唔可以喺水喉水下面沖洗，以免影響儲霧器嘅結構同埋產生靜電。儲霧器乾透之後，將膠底蓋、吸嘴或者面罩連接返儲霧器就可以繼續用㗎喇。以上就係清潔儲霧器同埋保養儲霧器嘅正確程序同步驟。嚟緊我哋會講清潔儲霧器常見嘅錯誤同埋要注意嘅事項。唔好用任何嘅嘢，包括布、清潔刷或者紙巾去清潔同埋擦乾儲霧器嘅內部。一旦產生咗靜電或者刮花咗儲霧器裡面嘅結構，就會影響吸入嘅藥量㗎喇。另外，要依照廠商指示嘅日數定期更換儲霧器，先可以確保達到最佳治療效果。啱啱我哋講解咗點樣清潔儲霧器同埋保養儲霧器嘅正確程序同步驟，以及一啲常見嘅錯誤同埋注意事項。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，可以向返醫護人員查詢㗎。